逛書展。我來到書展了。每一年的書展，我都會帶博士豆來尋寶，有很多新書啊！這本書多少錢呢？那邊是繪本，那邊是百科，那邊是故事書。這本書很重啊！我要問媽媽可不可以買這本書？我要給女兒訂閱雜誌。我要看那本最新出版的圖書。不要推我啊！很擁擠啊！你撞到我了。為什麼我找不到考考你成語第3本？到底藏在哪兒呢？找到了。圖書都放得亂七八糟了。我找不到我想要的圖書。這本書為什麼有包裝紙？我要怎麼看內容啊？我要撕走包裝紙，這樣就能看了。小朋友，你不可以拆開包裝紙啊！這是為了保護這本書的。咦？不可以嗎？這個故事很精彩。那個哥哥壓住了我想看的圖書。姐姐，我也想看那本書。咦？你剛剛把我推倒了，很痛啊！你壓住了我們想看的書。你還亂放圖書，我找不到想看的圖書了。對不起，雖然我急着想找喜歡的圖書，但也應該守規矩呢。